首先，澳門係自由港同埋全球貿易嘅單獨關稅區，提供零關稅環境，為投資者同埋消費者創造經濟實惠嘅機會。第二，澳門嘅低稅制讓公司稅同埋個人所得稅都唔超過12%，為貿易同埋投資提供咗普惠機遇。第三，澳門仲同多個經濟體簽署避免雙重課稅安排，解決你嘅稅務煩惱。更重要嘅係，澳門嘅資金自由流動，而且數據流通自由，靈活嘅商業環境為投資者帶嚟無限便利。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嘅中心城市，澳門喺一國兩制下，憑住獨特嘅制度優勢，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攜手一體化發展，持續激活新動能，優化資源配置，拓展商機新空間，為未來開創無限可能。除此之外，澳門仲蟬聯最佳亞洲會議城市同埋最佳會議商務城市兩項重要國際獎項。連接國際網絡平台，打造無限商機。澳門唔單止擁有完善嘅基建設施，更係中葡商貿嘅重要平台，做你無縫接軌14億加3億嘅市場，讓你嘅業務輕鬆拓展全球，開創無限商機。然後剛開始我們也抱着試一試的這個想法跟心態，但是沒想到特別的方便省事。這個做得挺好，我也很有感觸。在最近在辦理過程中，手續相當之順利。而大灣區九市商事登記便利服務，讓你喺整個大灣區9市內都能夠輕鬆開展商事活動。提提你，招商局定期喺展會同埋活動中提供專業嘅商業配對服務，助你開拓市場，促進經貿合作同埋交流，開創更多商機，開拓無限商機，首選澳門。